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一陣嘅睇下人嘅壓力就幾大啦，嗰時其實幾多人會用幾多方法去疏解這個壓力。其實用精油也部分哦，係也經驗，大部分他個人如果開始漸漸用精油去排解這個壓力。你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哦，伊這個對我哋香薰啊，我哋精油各有研究嘅何麗玲來現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朋友何麗玲來現場。麗玲好，大家好，我是何麗玲，來自高雄。你講，其實麗玲係媽媽係行業係咪？是屏東的客家人。屏東的客家人，但是你自己會不會講客家話？我一點點，然後聽也一點點。很多的一點點，還是很小的一點點？很小的一點點。就是從小沒有講客家話啦。從小我們家裡面沒有講客家話，但是就是媽媽跟外婆外公都是講客家話。那小時候聽得懂嗎？小時候聽得懂，但是因為長大了，然後就比較少接觸客家話。好，其實我覺得哈，不管是說到底長大會不會再講了哈，因為反正你這個底這個還行業哈，然後慢慢的也開始對自己的客家文化開始有所接觸的話，我覺得其實這個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就像我們今天開始講精油，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其實最近這幾年來，大家開始去覺得說，其實精油是一個很好疏解壓力的一個方式。那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大家說一下，就是說你當初怎麼開始去接觸到精油這件事？當我嫁到高雄的時候呢，那因為我先生是一個室內設計師，那室內設計師的工作壓力是非常大的，然後他常會有頭痛啊，或者失眠的問題，那所以他吃了很多的西藥。那因為我們家從小是不吃藥的，我就想說，那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緩解，讓他減少用藥？然後那時候就接觸到了精油。所以說其實你用精油以後，他的狀況就真的緩解很多嗎？哦，他後來都把西藥全戒掉了。對，那如果說平常工作壓力太大的時候，然後我就會幫他用精油做舒壓的按摩，然後他的症狀就緩解了。那這樣聽起來真的是蠻神奇的，因為剛開始是有用藥的嘛，然後接觸到精油的一些算是接觸到精油的一些方式之後，其實後來他就比較少用藥了。對，那你覺得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其實原因很簡單哦，精油呢，它就是西方的中草藥。那像我們東方啊，它會用中藥的概念是一樣的，那一樣都是可以讓自己的身體達到平衡的狀態，那所以它的症狀就很快就可以緩解了。就是等於用一種比較天然草本的方式，比較接近人體的方式，去讓人體自己去恢復它原來的功能啦。其實呢，今日有請到麗玲咯，因為其實麗玲有啲佢貼喺啲一啲成分，如果以這個盧卡有種玫瑰花哈，就是你自己家裡面有種玫瑰花嗎？是誰在種玫瑰花？好，那其實是當初我的叔叔，他呢到捷克。對對，然後他就看到說，哇，原來精油可以把它做成家族事業，所以呢，他就想要把那個玫瑰花引進到台灣來。所以呢，他當初引進的時候，我們這個品種的玫瑰花其實是需要在乾冷的環境底下才能夠長得很好的。但是因為在旗山的地方啊，就常下雨，所以它那邊又濕又熱。那因為我們的嫁接技術一直不斷的改良之後呢，其實我們現在的樹玫瑰它已經很成熟到了一個階段了。因為其實你這個唔是講旗山啦，其實我都想講玫瑰花到台灣咯，因為其實台灣真係都幾濕，幾熱，嚇嗰種蟲嘅幾多，嗰種玫瑰花呢，按腰嚇，你要按上嘅啲植物，其實幾容易生蟲嘅。所以說你們那個時候在旗山也克服了旗山那種比較又濕又熱的一個氣候，然後把樹玫瑰去種植成功。那一般來說，樹玫瑰跟玫瑰的差異在哪裡？其實樹玫瑰顧名思義，它整株長出來，其實最多就可以同時盛開上百株玫瑰，而且它長得就是一棵比較高一點的樹，對不對？對對對。那其實樹玫瑰這個品種呢，在國外大部分都會在那個圍牆上面，然後它圍牆上面去做攀爬，然後它攀爬的時候就整批就會變得很漂亮。那我們經過改良之後呢，那在台灣也開始有很多人也重視到這個樹玫瑰的品種，然後來作為觀賞用。
因为以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是说啊，可能是人家的气候比较好，所以说它的玫瑰长得这么高，而且一下子开那么大。因为我想说，可能是我们台湾真的是不适合生长玫瑰，所以说我们的玫瑰都长得小小的，然后顶多就是那几朵。哦，原来是完全品种的不同。对，那这样子移植到台湾之后，你们要撒农药吗？好，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当初呢，我们只是因为兴趣，就是觉得说，好吧，我们来种看看。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只有家人在做，只是试着种看看而已，所以我们并没有多余的人力，然后可以来撒农药。当初只是觉得说，啊，那我们就是专心来研究玫瑰怎么来种植。但是呢，就觉得说，啊，那没有时间撒，那就不撒了。对，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就变成有机，然后就请人家来做检测。所以其实，在那个山林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有机的一个地方。真是你讲无限于喷药，你干脆唔会喷的啦。好，咁安尼嘛最好，因为其实大部分而家贵州人就讲种有机的，好，有啲玫瑰花。像屏东的话，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玫瑰花的一个园区，它自己本身就是专门做有机的玫瑰花。对。那它的市场大部分就是放在一般很多大餐厅会做食用玫瑰花的那一部分。那但是人都可是做精油，但是我提供其实。精油呀部分，几多的花拢可以焗出精油。那你们的自己本身现在的树玫瑰的量有那么大的量，那么大到可以去所谓的做出精油吗？好，那因为精油量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你看哦，像我们台面上的那个精油，它大概是15 ml 左右。那其实如果真的要萃取成15 ml 的玫瑰精油的话，那需要大概是要3万朵，平均3万朵的玫瑰花才能够萃取而成。那以我们的产量的话，是不足以可以做成那个玫瑰精油。那我们会把它做成的是我们的玫瑰纯露。对，那我们在做玫瑰纯露的过程当中啊，那其实因为它上面还是有那个精油的成分，那我们没有把精油的成分把它给萃取出来，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瓶的纯露，它上面的那个还是会留有那个精油的那个香气，对，所以它的那个效能会特别的好。我是讲，其实其他产量冇办法太多可以去焗精油啦，好，都是我们讲，今天做纯露药部分，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就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种萃取的方法？然后第二个就是，纯露跟精油它的差别在哪里？好，那其实纯露跟精油呢，它们都是纯水萃取，好，那是用蒸馏法啊，是用蒸馏的方式，是，那水在底部，然后那个植物在上面，然后呢会借由那个蒸馏的方式。然后那个它水蒸气一上来之后呢，它凝结成一体状。然后因为比重的关系，然后纯露在下方，水会在下方，对，然后那个精油在上面。那一般人呢就会把上面的精油把它萃取出来，做成精油的产品。那因为我们的产量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就会把它那个把它释放在我们的那个纯露里面。等于讲，米在纯露上面还是有一点精油的部分，只是讲它比例没有那么精油的比例没有那么高，是，所以它而且没有额外的去抽出来了。对，刚刚你发一般来讲，譬如讲按你纯露发，它的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纯露？这个纯露呢，它其实使用的方式就像一般在用的化妆水，化妆水一样。那我们可以拿来喷脸，然后喷脸的话，它就有保湿。然后呢，那有些人他就如果说因为外面太阳很大，然后呢会有那个晒伤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喷在皮肤上面，对，然后这样可以帮助镇定。所以说，其实玫瑰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味道。但是，问你们当初从捷克打算要带回来的时候，没有想过台湾的天气是这么的湿热吗？因为其实我们家里面的人都还蛮浪漫的。那时候只是想到说，玫瑰花哦，好美哦，可以种植到整批，然后整个庭院都是，那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说引进的路是一个那么的漫长，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花了10年的时间，然后慢慢去做改良。然后改良到后来呢，才有很多的花农其实开始知道我们的树玫瑰，然后呢也会来问我们该如何把玫瑰花种得更漂亮。
那一般花农去跟你们取经之后，他自己本身种的玫瑰，它的用途是什么？也是跟你们一样做纯露吗？还是说它有其他的一个市场？其实都有，大部分呢，在市面上在种玫瑰花的，它大部分就是有些花店会来做那个捧花，对，或者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很喜欢插一盆花，那都有。那其实现在也是慢慢有人在种植树玫瑰。那其实树玫瑰呢，那因为这是有机的，那也有很多人他把它种植出来呢，他可以把它做成那个烘焙用的果酱啦，然后或是吐司在面包里面，然后其实它吃起来就会有玫瑰的香气。好，因为基本上人讲到嘿，我们讲树玫瑰了哈。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丽玲哦，那树玫瑰的香味跟一般的玫瑰的香味，它有差别吗？它的差别呢，其实在树玫瑰的香气上面，它的香气会比较浓郁一些，然后跟一般的玫瑰花的那个它的花瓣。如果大家有看过蔷薇的话，它其实它的花瓣就会像蔷薇一样，它开起来就是那么多瓣。对，那其实这还蛮好判别的，一般的玫瑰跟树玫瑰的差别。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你们在旗山这边已经种成功，然后同时也有很多花农来跟你们取经嘛。那假如一般的民众觉得说，我的围墙也希望把它装点成像欧美那个样子，它有可能在一般的家里面去种植的成功吗？其实一般人他对于种玫瑰花都有一个迷思，它非常不好种。其实外面其实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那个买回来啊，刚开始的时候很漂亮，但是可能种一次，然后呢，它很快就会枯萎了。那其实我们有那个嫁接的技术，然后让它呢可以只要记得有浇花，然后它就会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开花。那如果说像有些人他是想要放在围墙上面的话，其实他需要的玫瑰花量会比较多。那我们就会评估说它的环境，或是它那边的气候，或是那边的土壤或水质适不适合。那如果适合的话，其实它只要有耐心跟爱心去灌溉，其实都会种得非常的漂亮。我是讲，比如讲台湾的天气，台湾的天气已经不会是限制树玫瑰成长的一个方式了，就对了。可以这么说，就是还是在回到最根本的那个嫁接技术上面。那我们在这嫁接技术呢，我们就研究了10年。那这10年来，其实刚开始的还是会有很多的挫败，比如说最早期还有88风灾。88风灾其实是把我们家全军覆没，整个玫瑰花都全部都给淹没掉。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其实排水系统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借由不断的那个环境的改良，然后技术上的改良，然后改良到最后，只要大家能够买回去的树玫瑰，都可以种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可是有经过我哋技术的一个改良，后面本体我哋有做嘅树玫瑰，佢哋台嘛可以种得上嘅。就是下我哋下我哋买嗰度精油嘅不是？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到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何丽玲，同我哋小姐讲，伊当初很样嘅认识精油嘅。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其实精油睇一几年啦，喺他家年就开始去接触嘅东西，唔管係洗奶啦，无论什么，都多多少少会使用精油。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就因为其实像一般来说，使用精油可能就会用一些什么香氛的那些什么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最容易使用精油的方式是怎样去使用它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以为说，我买了精油之后，我还要买熏香灯啊、扩香石啊，我要买一堆工具才能够开始使用。其实并不是所想的那么复杂。其实家里面只要，比如说你有面纸，好，你把那个精油滴在面纸上面。然后那个面纸呢，把它塞在出风口，好，那个电风扇啊，或是冷气的出风口，然后它都会借着风力，然后那个味道就飘散出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或者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直接把喜欢的味道的精油，然后滴在枕头两侧。
好，那枕头两侧你不管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闻到精油的香气，一样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就是等于你讲，体外的生发地步用最简单的方法，好，你可以去批到也要味道。最重要的讲，也要自然的香气，以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表现能够强爽。那好，那尤其现在我们的现场有很多的精油啊，那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假如说我们今天也就是我们可能很需要在这个时候放松我们的压力，那我们该怎么去使用我们的精油？好，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咯。好啊，好啊。好，首先呢就是把瓶盖打开，一罐好，对，瓶盖打开，然后滴2滴在手上，好，然后接着呢，再把它匀开。匀开之后呢，轻轻的用鼻子深呼吸，吐气，再深呼吸，再吐气，觉得怎么样？如果感觉到讲心情过好啦，好，这一定体的感觉哈，因为等于身上有可能风暴的讲。等于是说，是不是用我们体温的方式去让这样子的一个香精它可以释放出来？对，没错，因为接着我们的有手温，对不对？它手温呢，然后靠近到鼻子，然后透过嗅吸呢，它直接到你的大脑神经，就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尤其那种过天然的一种香气，其实我想到讲，咱慢些摕个天然地包呀，在抽样地包去批到嗰种无香香的花香味啦，无香香的醋的味道。因为今日阿明姑批到係嗰種薄荷味哦，因為有時間咱慢些摕這個落下藥點嘅，反正我可以從個批到嗰種薄荷味道，我感覺到，其實同樣按你最簡單的方法，你都可以不用自家洗一點清。但是因为其实现在香精的品牌很多，甚至香精的它的一个方式很多，譬如说有些是专门为了，譬如说什么什么机器的啦，有些为了什么扩香石的啊，用来去分辨一个香精的好跟坏呢？其实我觉得分辨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鼻子。其实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到夜市。有些人呢，他会在夜市买精油，因为很便宜嘛，好像1瓶100就有了。但是有时候你到百货公司，或是在其他的一个陈列的地方，然后它的价差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老实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价格来分辨，跟你闻到的香气，你喜欢的这样的香气，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味道。对，可是夜市会有人跟你讲说啊，因为它的等级是跟百货公司等级一样，只不过百货公司还抽了你很多的税，然后夜市的是一样的东西。可是真实的香精真的有那么便宜吗？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天然萃取的，它可以用100多块买得到这样的东西？当然买不到喽。然后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跟主持人说的，一瓶的玫瑰精油都需要3万多的玫瑰花才能够萃取而成。那3万多的玫瑰，那其实这样折合下来，其实单价本来就不高。那你看夜市卖的一瓶100块钱的，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化学溶剂所萃取的香气。好，那其实，在那个食品界，意思也是一样。有些人呢，他可能一整锅的那个西米露，芋头西米露，他只要加了1滴的那个芋头的香精，它的味道就会非常浓郁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在吃下去的时候，舌头马上就会有感觉，刺麻麻的，就知道这原来它不是真的芋头，它是香精来的。那其实精油也是一样的意思。当我们在闻的时候，我们的借由鼻子去透过嗅吸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是让你放松的，还是让你更昏昏沉沉的，不舒服、头晕、想吐，还是精神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放松。所以呢，刚开始最容易判别的方式就是我们的鼻子。等于如果你用来等于这个是真的是亲身去批压的香精。好，然后去判断过这香精对你来讲是不是好或坏，就是说它是不是会让你有真的去放松的感觉，还是真的还是会让你觉得说，整个是反而觉得更不舒服。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二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老师有提到讲，其实你看到一啲玫瑰花的香精一罐的话，其实要3万类
去焗，咱会焗出伊咧香气出来。可是有可能讲，伊咧香气迄地100-200元买在路头里嘛。所以说，其实我想，是不是有很多的香精本身，你先不要说它是不是天然去用化学去萃取啦，或者是用水萃取，这边有时候根本就是用化工调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个类似的味道，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东西？对，其实这样子坊间还蛮多的哦。那其实还是取决于价格上面。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选择自己所信任的品牌，很重要。那像有时候我们其实嗅觉的那个神经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你常常都闻到一些很天然的香气，当你闻到化学的时候，你马上就有反应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刚开始的时候都常常闻到一些化学的味道，甚至有一些抽烟的人，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那这样子的话，他其实闻到天然的，他反而刚开始会不习惯。真的是没有错。对，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的味觉一样，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习惯了这种加工食品，对，你去回头去吃原型食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没味道，没味道，怎么没有想象中的味道这么重？好，譬如说香味那么浓。可是发现其实怎么原来的味道好像不长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当初吃的东西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天然。对，我想味道也是一样的。当然。因为这几年我知道说，其实你不仅有在做所谓的香精的教学嘛哈，那在教学类的话，你在应该说对于我们像这样的入门者的话，刚开始我们怎么去认识香精？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认为说，哇，精油好多哦，甚至那个可能高达100多种不同的味道。那刚开始入门的时候，这样子，那还要学好多，好麻烦。其实啊，我们就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判别。然后比如说，你今天走到森林里面。那森林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大树，那大树呢，你用力的去呼吸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旷神怡，很放松的感觉。那就对应到我们的呼吸道，呼吸道呢就很适合用大树类的精油来使用。那大树呢，那其实它长得又高又直，对不对？那对应到我们的人体，就像对应到我们的那个肌肉骨骼系统。所以呢，只要是想要放松或者是酸痛的问题，也可以找大树类的精油来做使用。用这样子的那个对照法，其实精油很好记，都不用背。其实你这样子一说，我发现好像不是那么难记耶。当然的。就其实它相对应的其实是它是有一个相对应的道理，就跟我们的我们说所谓的中药的那个道理其实是很相同的。所以说就这样子去循序渐进之后，去找到一个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对应的部位跟对应的一个器官。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刚中我的继续后海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对于它的成分呢，或者是每一个香味的成分去有所了解？其实香味的成分呢，刚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也不用去涉略到那么的专业。那除非呢，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那个起心动念，只是想要改善我先生的身体状况，让他减少用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到说，他头痛可以用什么样子的精油来舒压，然后呢，他肚子痛或是失眠的问题要用哪些精油。对，然后等到他真的症状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那些都记得住了。之后呢，可能刚开始会有很多人想要问你说，那你先生是靠什么不吃药的？对，然后呢，我总是要稍微深入研究一下。那我们就来后面呢，就开始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甚至去考一些芳疗证照，然后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再更充足。所以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入门的时候都觉得说，精油好难哦。我看就用最简单的方式，不然去看医生好了。看医生了，因为台湾有健保的关系，那个就一包药，马上就吃下去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因为从我先生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吃药吃长期的药会有抗药性，就像他刚开始可能吃了1颗安眠药。但是呢，后来越来越没有效果的时候，他需要吃到1颗半甚至2颗，所以他的药量是会增加的。这时候呢，如果说你改了另外一个方式，开始去研究说，好，自己的症状，好，比如说今天用薰衣草可以帮助舒眠，然后呢，他就常常的去使用薰衣草。
就像鼻子过敏啊，就可以用我们的迷迭香或者是尤加利精油，然后就可以舒缓那鼻子过敏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其实只要用在自己身上，或是用在小孩身上，身边的朋友有这些见证之后呢，自然而然自己就变成精油达人了。等于你讲，其实这个不是去记啦，吼，常常去用吼，你提讲其实太用的去使用也袂得精油就好啊。但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本身在台湾的话，精油也有证照可以考。哦，当然，其实坊间的精油证照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很多人啊，他考完证照之后，他其实会发现说，自己的工作行业可能就是按摩师，然后或是调香师。那其实我现在就想要说，那是不是可以再更进阶，让他们知道说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子属性的一个工作范围，然后去做媒合，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嗰时其实伊啲简单的精油吼，看好了可以简单，但是其实用好了，其实又可以做嗰种无菌嗰种用法。就是下我哋行我哋买嗰度国前菜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精油先生李林先生，同我哋分别讲，让我去分辨好嘅同坏嘅精油。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在你那个教学的过程那么长久嘛，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其实案例真的蛮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先讲我们家的状况好了，因为我跟我先生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然后呢，几乎都是结了婚之后才认识对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冲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生活习惯也不一样，然后那个可能他的工作环境，那也是我没有办法去接触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很常吵架，对。然后那时候我开始在研究精油要用在他身上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改善我们之间的感情状况。好，那因为其实这很好玩哦，因为其实通常呢，2个人在吵架的时候都是对立的状态，然后呢看着对方，然后呢有时候对方不理你，然后怒气就会更上来。那这时候啊，比如说我学完按摩的时候，他一定是我的模特儿，我就说，那个我在外面学完，你来让我按一下。刚开始要帮他按摩的时候，他一定要背对着你嘛，然后背对着的时候呢，其实他这时候他的眼睛会闭上，但是他的耳朵是打开的。这时候呢，我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开始去跟他聊天，就说其实啊，那个你工作很辛苦，我知道，但是呢，我们有缺乏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想要找你麻烦，对，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偶尔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那这时候呢，他就会把话听进去了，然后也会借着精油的香气，他闻到很舒服、很放松。然后那时候呢，老婆讲什么都是对的。然后后来呢，我的学生里面呢，他就说，那老师，那精油很适合用在周年庆的时候。好，那也帮老公按摩，在帮老公按摩的过程当中呢，对，然后好，这个很舒服哦，你要买什么都可以去买。对，那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玩的小插曲。那演变到后来呢，其实有很多老夫老妻是相处了20、30年之后呢，几乎已经没有肌肤之亲或是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已经从爱人，然后变成朋友的关系，就是住在一起的朋友的关系。这时候呢，你只要借着一瓶精油，然后不管是熏香也好，然后或者是拿来按摩也好，然后整个香气会改变整个地方的一个环境跟磁场，然后呢，让对方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开始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那尤其是我很推荐的是，要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抚触按摩。那其实在帮对方按摩，不管是夫妻之间，
然后或者是说跟小朋友之间的那个按摩的时候呢，是彼此的肌肤接触最频繁的时候。其实在接触的时候呢，就很像回到小时候，妈妈把小 baby 然后涌入在怀中，然后呢，那小朋友就会感受到安全感。那同样的，这样子的安全感呢，也可以释放给家人，给释放给小孩。老师，我想问一下，像一般我说我们这样子，刚刚老师有特别示范的，就是用我们的香精直接放到手上去搓揉之后，然后利用体温去让它把香气挥发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鼻子去闻嘛。好，那这样子要按摩的话，是直接也是香精去按摩吗？还是说我们要透过一个，譬如说加一些其他的油脂，才能够去比较方便我们去做按摩呢？好，通常呢，我们要把精油用在身上的时候，会建议呢要有一个那个媒介。好，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椰子油。那如果说身边没有椰子油，那你赶快到厨房里面去找什么呢？找橄榄油。我还以为是找沙拉油。对，然后有人说可以用猪油嘛，其实不行，好吗？就是你用那个一些植物油，只要有好的植物油。然后那个这样子的媒介，然后这样子在身上，它的延展性就会更好，就不用说哦，因为精油很好吸收，尤其是纯精油。那纯精油一滴的话，其实像主持人刚刚用在手上，它其实已经挥发掉了。好，那被身体所吸收掉。那如果要用在身上做按摩的时候，有一个油脂的一个媒介，这样子它延展性开来，然后呢也会停留在身上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而且其实它去推的时候比较好推。对。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做所谓精油按摩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说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或者说哪个部位是不能够去碰到它的？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殊状况，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案例，他是静脉曲张。好，那静脉曲张有些很严重，整只脚都是那个紧绷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用按摩的方式，然后只要把精油擦上去就好。对，那通常我们刚开始在按摩的时候呢，我们手推第一个就是刚刚做的嗅吸。那嗅吸之后呢，已经达到了第一层的放松，然后接下来就是按摩肩颈，对，然后肩颈之后呢，然后再按到胸口，接下来是背部。然后最后呢，其实脚底，因为脚底是末梢神经，好像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脚底按摩店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要按脚底呢？就是因为它上面都有很多穴道，所以其实只要记得我们身上有几个原则，好，那个末梢神经那个按了，其实身体就会很舒服。然后比如说刚刚讲的脚底，接下来是手掌，然后还有耳朵，然后这些末梢神经有按到，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说什么地方是比较少去碰到它的部分呢？其实会建议说，有一些人啊，他眼睛不舒服，然后就会问说，那可以来滴眼睛吗？那其实是不行的。只要是我们有黏膜组织的地方，好，比如说我们的私密处，然后那眼睛、耳朵，那如果这些地方很不舒服，要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由比如说面纸，好，然后那个或者是说那个用不同的油脂。然后去做稀释，稀释之后呢，去大范围的擦拭，但是不要直接接触到我们的那个私密处或是黏膜组织的地方。最主要就讲黏膜组织的部分都尽量去避免啦哈，但是一般的手脚哈，皮嘅僵硬嘅都有皮肤的地方的话，都可以去用按摩的方式哈，去让这些精油可以在我们这些末端的地方好，可以去散发出它的一个功能出来。那有关于味道的部分，因为我想，其实味道这一部分其实非常的见仁见智，然后因为有些人就很喜欢比较花香味啊，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皮革调啦，或者是木质调。那老师有没有建议说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香味，可以让大家是说，假如我们观众朋友对精油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从这边可以开始试试看。好，精油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都是见仁见智。有一些人喜欢的味道都会有一些是很特殊的，但是特殊的味道不见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那刚开始在使用的时候，会建议从柑橘类开始着手。那因为柑橘类就像我们常吃到的水果的意思是一样，那我就首推我们的野菊精油。那野菊精油呢，它就很像在过年的时候，那大家都会买橘子嘛。那橘子代表什么？大吉大利。
对，然后那个在你在使用橘子精油的时候呢，你就会闻到说哦，联想到你在剥橘子，对，剥橘子的时候呢，你手上停留的那个剥橘子的香气，它就是那个我们的野菊精油。对，那这样子相对应到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精油是那么的好闻。对，就是从柑橘类才开始着手。我想，一般柑橘类的香味其实也是一般我们算是热带国家比较常见到。刚刚老师说的，不只是野菊啊，因为其实柑橘类嘛，嘎妹啦、柠檬啊，都是柑橘，是我们国宠会批斗蜜头啦。我想刚刚老师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香氛或者是香精，其实会让我们带起一些回忆。是没错，幸福的感觉。对，有些是幸福的感觉哦。但是呢，我们在研究上面有一瓶精油很特别。然后像我们有一些人啊，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想要让自己好睡觉，都会用到薰衣草。但是呢，薰衣草这一支很特别，就有一些人呢，他闻到薰衣草会有不好的回忆。为什么会有不好的回忆呢？因为大部分都会想到说，那个病榻前。然后或是老人家睡不好，都会需要启动到薰衣草，才能够让他舒服跟放松。然后他就联想到那些比较一些负面的回忆。然后这是我后来我就去研究一下，其实很多在国外的文献或是书本，它上面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从柑橘类的开始着手？这是最安全的方式。但是你如果说你喜欢薰衣草，那你从薰衣草着手的时候，你不晓得说，你那个用在它身上的时候，它会不会勾起它的一些特殊的回忆？是。对，但是你比如说你刚开始在使用柑橘类精油，柑橘类它本身就是开心的、阳光的、舒服的味道。嗰所以係等於一個安全的入門的一個方法，但是等於講，其實嗰朵蜜頭對我哋來講，其實是連接了不同的一個回憶。但是其實像柑橘類的一個味道的話，其實它算是最安全的哈，因為對我們來說，其實它連接後面的回憶，一般來說都是比較快樂而光明的。嗰種見面嘢我我發現到講，伊啲幾簡單看放來安尼相似安尼東西，其實伊底部係會有幾多無同樣嘅一個道理，同時伊唔單止講伊係成分嘅好壞，同時伊嘛會感受到講，安尼見面嘢也蜜頭係咪同我哋呢日常嘅記憶有關係？嗰種觀眾朋友看見嘅節目，我發現到講，我哋係咪喺要出去嘅時間，我哋可以去躲避下無同樣相近，甚至可以買過來，將我哋咧頭到我哋咧後線上同人講嘅，透過一些透過一啲按摩油，我哋同我哋咧先生啊，同我哋咧朋友一啲按摩一下，其實可以多多少少增加我哋家庭裡邊嘅一種和諧嘅一種長度。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俐霖老師來到現場，跟我們分享很多你跟香精的故事。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下來，強化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